虔诚的听众，牛杂。现在又是情觉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就是已经解说到正文第34页，已经解说到正文第34页。对于头算倒来，就是解说到第10节。对于头算倒来，就是解说到第10节。就是解说到随行稳有义一言，即马应该爱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经法海，小酒曲工人了，初参祖师文月，即心即佛，愿随之入。思月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生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五欲其说强极不尽，天我其月，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定慧定持，意中清净。五次法门由你实性，用本无生，相修是正。即马呢，要来解说这段的道理。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随缘教化众生的第2段。在前面迄一段，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啊，离开了弘忍大师，就等于到伊的故乡。结果呢，拄到老子律，也拄到无尽藏比丘尼，对因呢随缘教化。又搁再拄到为武侯贤孙周泽良，也对因呢随缘教化。因为有歹人来甲伊约，结果啊就混沌起来了。在前面迄段呢是讲这个意思。即马这段呢，就是在说明有一位法海法师来亲近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讲经法海小酒曲工人了。讲有一位出家人，这个经就是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呢，名叫做法海，就是法海法师啦。因为伊也是一个禅宗的大德，所以呢，也会使咧解叫做是法海禅师。这个法海禅师呢，是小酒曲工的人。初参祖师文月，即心即佛，愿随之入。初呢，就是讲最初，讲伊最初啊来参访祖师。这个参就是参访啦，就是讲伊最初来参访祖师迄当时阵呢，就文月啊。这个文月呢，就是讲就来请问啊，请问祖师，讲即心即佛啦，愿随之入。这个即心即佛，这个即字呢，就是上即个即，
那这个即心即佛的意思，就是讲心就是佛啦。心甲佛呢，毋是两个，乃是一个。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即心即佛。在《般若心经》内底啊，有四句话啊。头一句就是色不异空，第二句空不异色，第三句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头一句迄个不异，只是讲无差别；第二句迄个色啊，不但是无差别，同体就是。这个无差别甲同体就是呢，这个意思啊是有所不同。按怎个不同法呢？那是敢若甲伊讲无差别，那就变成讲这项物件甲迄项物件，这是无差别。咱即马呢，搁再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比如讲，这台车甲迄台车完全呢同款的牌子，所以呢就变成讲是无差别。但这台车是这台车，迄台车是迄台车。虽然是讲无差别，但毋是等于就是一个物件。所以这个不异啊，也佫有两个物件伫咧。啊，这个即就是讲。这个就是迄个，迄个就是这个，所以结果呢，两个啦，就是只有一个，无有两个的迄个分别的对态。这就是即甲伊的不同。所以在这个所在，即心即佛啦。啊，就是讲，你的心就是佛，也佛就是心，安尼就是叫做即心即佛。讲对这个即心即佛的这个道理呢，愿随之入。这个愿呢，就是愿望；这个随呢，向下来，叫做讲做随啦。知就是知识啊，这个入呢，就是言入。就是讲对这个道理、愿望，你祖师慈悲呢，甲我指示。来甲我指导开始，安尼叫做愿随之入。在《唐释慧海》的入道要文有安尼讲法，讲有行者问啦，讲即心即佛啦，哪个是佛？讲这个心就是佛啦，到底倒一个是佛啦？那这个禅师就该讲啊，讲你疑哪个不是佛啦？指出看，讲安尼你是怀疑倒一个毋是佛是毋是啊？你若是怀疑讲倒一个毋是佛啦，你指出来看卖啊。迄当阵这个行者，就是讲初学的人呢，就无话好甲伊讲啊，叫做讲做无对。那伊这个做师长的人就甲伊讲啦，讲达即片境时啊，不我应怪说。讲你若会当好了解即心即佛的即个道理，无论是倒一个所在，都是啦。你若是袂当好了悟呢，就永远啦就怪你，永远呢就所怨，永远怪为所怨。那依照慧海大师的入道要文，所以叫做讲做即心即佛，就不但是讲心是佛而已，变成讲一切拢是佛。凡是咱所看得到山河大地啊，无非清净法身，会当后来了悟即款的道理啊，遍地拢都是佛。若袂当好了悟这个道理呢，永远啦就甲佛离开，永远呢甲佛啦非常的疏远。在团定路的所在，
有说明讲，明州的大梅法相禅师啊，问讲啥物是佛？遐祖师甲伊讲啦，讲即心是佛。迄当时阵呢，即位法相禅师啊，有所了悟，将安尼呢入去即个大梅山住20年。啊，祖师呢就叫一个出家人去问伊啦，讲你看到妈祖迄个时阵，你是得到啥物？你为啥物来踮在即个山呢？啊，可见即位大梅法相禅师呢，去问伊的即个祖师就是妈祖。哦，伊问妈祖，妈祖甲伊讲，即心是佛。安尼，即个大梅法相禅师就有所了悟，就踮在迄个大梅山20年。妈祖呢，叫一个出家人去问伊，讲你法相禅师，你见到妈祖迄个时阵，你是得到啥物？为啥物将呢就踮在即个山的所在呢？迄当阵大梅法相禅师啦，就对迄个问的人讲啦，讲妈祖向我讲啊，讲即心是佛啊。迄当阵去问伊这出家人就甲伊讲啦，讲妈祖近日来即个佛法又不同啦，所讲的佫无共去啊。那迄当时阵，即位大梅法相禅师呢，就问伊啦，讲是安怎样啊无共款啊？迄个出家人就甲大梅法相禅师讲，讲妈祖即几日啊所讲的是非心非佛啦。迄当时阵，即个大梅法相禅师就安尼讲，讲即个罗汉啊，血乱人去啊。意思就是讲，哎呀，即个妈祖安尼甲伊讲来讲去，是毋是会使人乱去呢？讲不管你啦，任他非佛非心嘛，我既即佛即心嘛。讲不管你啦，伊讲非佛非心也不管。我呢，只是即心即佛。迄当时阵，即个出家人转去啊，就自即个话来回报妈祖。妈祖就甲伊讲，讲梅子熟呀，讲即个梅啊已经熟啊，因为伊在即个大梅山别个所在住，所以甲伊讲做梅子熟呀。为什么讲梅子熟呀呢？就是讲即个大梅法相禅师，伊的功夫啦已经成熟啦，就是讲对佛法已经通了。在传承了这段话意思，其中所讲就是讲妈祖甲大梅法相禅师讲，即心是佛。安尼呢，这个法相禅师就有所了悟，就入去大梅山住。但是过来无偌久呢，妈祖伊的讲法佫无共去，讲非心非佛。但是非心非佛也好，即心即佛也好，事实上呢，只是一个无差别啊。对这个道理，这位大梅法相禅师已经有所了悟啊，所以妈祖才甲伊称赞讲梅子熟呀。那就等于弘忍大师问慧能大师讲：当你的米是熟啊未啊？伊讲已经熟啊。甲伊共款的意思。伫这个所在，说明讲法海禅师，伊开始来参慧能大师的时阵，问讲即心即佛是啥物道理？迄边思惑前念不生即心啊，后念不灭即佛。思惑就是讲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啦。讲即个前念不生啊，就是心
也后念不灭就是佛。换一句话讲呢，不生不灭就是心，不生不灭就是佛。在这个所在呢，把不生甲不灭来给拆开来说明。真念不生，这个真念就是讲以前的念，也是过去了的迄个思念。对于这个过去了的思念呢，唔通伫迄个所在来甲流连，唔通使为这款的念头再生起，来保持着心的清净圆明。那这呢，就是离开了一切相，这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的意思。咱一个人对于这个过去的代志，拢常常呢会搁去甲伊想。那这呢，就是对于这个真念的再生啦。对于这个真念的再生呢，有几多种的情况。其中第一种的情况就是讲咱可能呢有受到咱身体上的快乐的享受。那对这个身体上快乐的享受，可能享受了以后的时间，以后搁再会将你所享受的这个代志呢，搁再甲伊回想倒转来，搁再去想起这样代志，安尼呢就是真念的再生。或者是呢，你拄到真正大的刺激啦，真正大的受气的代志，真正大的抛弃的代志。那我那是念念不忘，想了呢，就搁再受气起来。咱有听人咧讲，我若慢受都无去，那想了甲伫气甲要害去。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伊对这项代志，在伊心中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呢，就常常使这个真念再生。伫这个所在，祖师就是讲真念已经过去，唔通搁再伫迄个所在甲伊流连，使伊再生，来去保持着心的清净圆明，会当回来离一切相，这呢就是叫做讲做心啦。那伫遮所讲的心是啥物心呢？这个心所讲的当然就是咧指这个自性的清净心。这个心呢，当然唔是希望分别的妄心所以对这个心的意义咱必须了解到底是属于什么心。遮所讲的真念不生即心，所讲的心呢，乃是一种的自性的清净心。下面这个后念不灭即佛，就是讲这个后念呢无灭啦，这就是佛。咱心的本体就是淡然应用自在所以叫做讲做淡然，就是不动啦。咱的心的本体本来就是不动，伊的应用呢是自在，所以后念呢不可灭。后念假若若是灭啦，就变成一种的枯木死火的迄个无情就是讲你这个心念若是灭啦，敢若像讲迄个插头已经打去敢若像讲这个插头已经烧了呢，变火夫了。插头烧了变火夫呢，当然你搁再甲伊起火，也袂搁再导火起来，那变成一种的无情的物件。安尼哪里会当好成分呢？所以这个后念不灭即佛，从这个所以咱可以了解，心念、妄念是袂使来升起，但是正念呢是袂使来甲断掉。假若讲这个后念若是灭掉去，那不但是讲妄念无，可能连正念都去了，也那呢就变成讲无情的物件。
这个无情哪里会当来成佛呢？当然啦，就是无可能成佛。所以祖师才讲做后念不灭即佛。那假如讲自这个不生不灭来甲伊摕起来合作伙说明的时阵，就变成讲不生不灭就是心。这个不生不灭的心呢，就是佛。咱现主是这个心是生生灭灭的，也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心呢，这就是真心。这个真心呢，就是佛性。咱会当来了悟到这个真心呢，就是成佛啦。那呢，解说我相信呢，咱更加容易了解，因为咱一般的众生，咱现在是所伫咧运用的心嘛，就是一种意识妄想心。这个意识妄想心呢，是随境生灭，而且这个生灭的变化，可以讲是非常的厉害，生生灭灭，灭灭生生啊！咱有伫咧讲做一念中有90刹那。那么，这个每一刹那呢，又搁再分偌呢，加这个生灭可见咱的心的生灭非常的厉害。但心的生灭厉害，这就是咧指意识妄心的生灭。不过，这个意识妄心的体呢，就是真心的本体。这个真心的本体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啦。那这个不生不灭的心，就是咱的真心。不生不灭的心，也就是咱要爱成的佛。这咱可以提出海水甲迄个波浪来说明。海水这是无生灭的物件，波浪这是有生灭的物件。因为这个水波这个物件呢，是随着迄个风架起来，这个水波呢就生出来。风蒸去，这个水波都无去。而且伫咧透大风迄个时阵，迄个水波呢连伊起，连伊消去，就是讲连伊生出来，连伊无去。安尼伫咧生灭变化非常的厉害。迄就是等于咱的妄心啦。但是无论你安怎变化安怎厉害，迄个海水就是海水，无加无减，无生无灭。毋是讲迄个水变成水泡，迄个水所无去。迄个水变成水泡，只是迄个形体变去了，但事实上呢，原来阁是保持迄个水。那这呢，就是等于讲咱的真如心的本体啦，根本是不生不灭共款。下面讲生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讲成就一切相的，就是心啦。为什么讲成就一切相就是心呢？在经典原来讲一切为心做，因为这个万法呢，拢都是由心所生。心生即种种法生，心灭即种种法灭。会生一切相的，就是这个心。在唯识中伫咧讲，讲一切为心，万法为识。咱世间一切拢都是由咱的心所变现。所以呢，会成就了一切相的，这就是心。对于成就一切相，这就是心的这个心啊。若是讲用唯识家讲起来，就是咧指第八阿赖识；若是用圣宗讲起来，也就是真如心。第八阿赖识本来是属于真妄和合识，由这个真妄和合识，也会当好变现一切法出来。所以唯识宗所讲的灵变的道理，若是用相宗。用这个这个圣宗讲起来，那就是讲世间一切乃是由这个真如自性随缘显现，
也就是讲由这个真心啊，随缘现现。这个真心有不变之体，但是呢，也有随缘之用。所以这个真心，若是随着清净缘，就变现了清净法；若是随着染污缘，就变现了染污法。总是随缘现现一切法。所以才讲做生一切相即心。注意虔诚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